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初5，列王记上卷8章57节安尼讲：愿上主，咱的上帝甲咱同在，亲像伊甲咱的列祖同在相款。愿伊无离开咱，无放杀咱。三甲来祈祷，甲阮同在，无离开，也无放杀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生命的源头，你是阮逐时逐刻的帮赞。你有无穷无尽的慈爱甲恩典，你有信实无改变的应允，你有公义无偏私的判断。伫你有永远的福气甲活命，主啊！我要专一的心来跟对你，也要遵探你的话来行。主啊！你的听永无改变，你的怜悯每一天拢是新的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听阮呼求的声，伫阮的需要的时，愿你施落你的恩典甲怜悯，愿上主，阮的上帝甲阮同在。亲像你甲阮的列祖同在相款，愿你无离开阮，无放杀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